各位弟兄姊妹，呢本書叫《搭橋與修和：泰澤共融嘅發展特色同埋歷史篇章》。呢一本書我好想推介俾大家，唔單止佢裏面呢，我哋可以睇到泰澤嘅羅哲修士點樣去建立泰澤呢一個修道嘅群體。另一方面呢，亦都幫助我哋睇到佢真係好似一條橋樑一樣，幫我哋搭通咗喺古代嘅修道傳統同埋今日嘅社會需要，佢都搭通咗新教同埋天主教、東正教之間嘅合一精神，亦都搭通咗今日嘅青年人嘅迷惘同埋禱告裏面得到嘅力量。修道並唔單單只係修士嘅事，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嘅青年人嚟自世界各地去到呢個泰澤群體，到底當中裏面我哋可以得到一啲咩嘅靈性嘅泉源呢？呢一本書可以幫助我哋唔單止喺歷史喺故事嘅當中去認識多啲泰澤呢個群體，另一方面呢，亦都幫助我哋學習點樣成為呢個世界嘅橋樑，讓人與上帝搭通。喺呢度再一次呼籲大家，呢一本《搭橋與修和》係絕對值得大家細閱嘅好書。願主祝福大家。